己呢，喺咁多年裏邊呢，亦都會睇咗某幾間公司係覺得係特別好嘅，咁我都會喺度介紹埋，咁希望之後都會對大家睇盤呢更加有利啦。不過首先嚟講呢，大家呢就要揾翻個比分網 set 翻好咁多間公司啦。咁我自己呢，就會用球探比分呢，呢個網呢做 setting 嘅，喺呢條片裏邊。好啊，大家跟住我咁入呢，就入翻365啦、威廉啦、立博啦、香港馬會啦，同埋澳門博彩呢5間公司嘅。咁可能你會問啊，點解會揀呢一間啊？咁其實呢，365呢喺近年裏邊呢，其實已經係全世界嘅博彩公司嘅龍頭啊。咁其實佢對初盤嚟講呢，就一定會有權威性喺裏邊。而威廉同埋立博呢，喺英國嘅博彩歷史呢，就係最長嘅之一嘅公司。而香港馬會啦，咁就出名縮骨嘅。澳門呢，就係睇亞洲裏邊呢，差唔多係最大